咱镜头转到国际哦，美国总统川普18公开表示，若乌停战的和平协议，若是无法度伫咧地期内有进展，美国打算袂阁继续做公亲哦。国务卿卢比奥嘛向欧洲证实，川普已经无耐心啊，甚至有可能会承认罗西亚伫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来促进俄乌战争赶紧结束。乌克兰是烦恼讲哦，川普的态度有可能会致使美国停止军援。美国总统川普18日白宫警告，若是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度伫短时间内得到明显的突破，美国会考虑退出相关的协商，袂阁参与。If for some reason one of the two parties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we're just going to say you're foolish, you're fools, you're horrible people, and we're going to just take a pass. 川普表示，伊有看到俄乌双方拢展现出谈判的热情，不过嘛，搁再声明战争毋是因引起的，伊只是想要斗相共结束。Do you think Russia's playing you? No, nobody's playing me. I'm trying to help. This was Biden's war, by the way. By me getting involved, they'll say, "Oh, Trump. This is not Trump's war. This is Biden. This i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川普捌真侪届承诺，伊上任的24点钟内，都会当结束俄乌战争。不过18，伊原来头一届表示，可能会放弃协商。美国媒体18指出，为了赶紧达成和平的协议，川普有可能对罗西亚做出重大让步，承认罗西亚有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克里米亚在2014年去俄军入侵了后占领。若是美国做出承认，安尼会动摇国际反对用武力夺取领土的法律也加条约体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真侪届强调，袂割让任何领土。莫斯科伫18表示，美国领袖应该赶紧安排直接对话。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на этой неделе контактов не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о, 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скажем так, налажен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позволяют весьма и весьма оперативно такой разговор согласова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随上，川普顶礼拜就已经私底下甲国安高层表示，伊会退出协商俄乌和平协议，强调家己耐心得要用完啊，会考虑转向其他的外交议题。18，卢比奥嘛敲电话予北约秘书长吕特，搁再声明美方考虑退出协商的立场。卢比奥17伫巴黎甲法国、英国、德国以及乌克兰的官员召开和平谈判会议的时阵，嘛向参加会议的人传达川普的不满。真侪的欧洲外交官认为，卢比奥的言论好亲像是伫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乌克兰方面是认为，川普的态度可能会致使美方中断军援。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